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rystal， 香港水晶橙一個埃華街大角咀知名5分鐘到奧運站嘅一個知名樓盤。咁呢個全新未推過出嚟嘅。而家想介紹俾大家咧係一個347尺嘅一個兩房嘅價格。兩房，我而家睇下，呢個係再裝修嘅單位嚟嘅。有啲家私嘅，你可以參考下家私單位。嗰個房先廚房，亦都具備有雪櫃、有洗衣機，而家係包咗嘅。你想知道邊啲包台或者邊啲包可以再私信我哋咁呢啲咧就包，可以放到咧就上喺飯台。你都可以放到呢個咧 L 型嘅梳化，亦都可以一個方正嘅地方。可以放到咧2張凳同埋一個茶几嘅，都好寬敞啊。我哋睇睇個寢區，呢度咧係佢嘅新嘅，基本上咧亦都會名次嘅呢一個間隔。亦都係膠樓標準咧，用翻呢個灰色嘅，主要比較耐用啲嘅。潔具呢啲都容易維修保養啦，冇傷入去嘅個牆身嗰度。呢個係個 study room 啦。study room 嚟講，亦都係瞓到小朋友，可以做小朋友房。上下夾床嘅，放到2個小朋友，有2邊窗，相當好用。呢度係主人房，主人房放到標準4尺床。但係呢度咧就做咗個衣櫃，非常之好租。如果租金嘅話咧，跟翻利奧坊現在咧同一個系列嘅附近同區嘅新